台语发音的 APP， 查台语发音的 APP。看，看，看。遐好，遐好，遐好。文言文的读音可能是哇吼，哇吼，哇吼，读书音了哈，哇吼。白话音呀，呀吼。瓦解，瓦解，瓦解。按空白的地方。比较罕用的，就速度比较慢。没有工研院设计的这个 APP 呢，比较好，功能比较多呢，但速度比较慢。现在用的算是速度比较快的，不常用的词，就查很久了，可能跟网络联通品质有关系啊。刚刚查了都很快啊。系统，系统，系统，系统。倜傥，风流倜傥，台语体统。